超市冷藏魚水銀超標，可致中毒。繼午餐肉被發現含水銀之後，多間超市嘅冷藏魚水銀含量竟然超標1倍。百佳旗下嘅超市 Taste 又一成分店賣嘅冷藏銀鱈魚水銀含量超標50%，樂富 Uni 冷凍劍魚更加超標1.04倍。銅鑼灣百德新街惠康嘅鯽魚同埋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有73公斤嘅冷凍烏頭都含有孔雀石綠，嗰批烏頭已經全數流出市面。百佳惠康同埋 Uni 回應話，有關嘅冷藏魚都已經全數銷毀。殘留喺翻嗰個動物嘅組織入邊嘅水銀咧，好多咧都已經係即係嗰個狀態已經係有機銀嚟嘅，咁就會好容易被吸收啦，咁又屙唔走啦，變去累積嘅時候咧就會中毒咯。手震腳震啊，嚴重咧就係會昏迷啦，情緒會受影響啦，性情會變啦，咁會瘋狂啦，即係最嚴重會死啦。咁佢亦都會影響個胎兒嘅。唔合格嘅食物亦都包括沙田雲貴香米線專門店嘅麻辣口水雞、元朗東京麵包餅食嘅芒果瑞士卷等等，都含有可以引致肚瀉同埋發燒嘅沙門氏菌。而深水埗金杯泰國菜館嘅椰汁糕就含有蠟養芽孢桿菌等等。